3月开始进行高中校长的遴选哦。全教总是质疑讲，国教署要开后门来放任大学附中的校长唔免比试。国教署嘛表示讲，因会找时间来对外说明。 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召开记者会，质疑教育部国教署对目前公立高中的学校校长遴选的制度拍算开后门的空窗，放任唔是伫委托范围的大学附中校长会使免除笔试为高雄某一间大学附中的校长，这是特别制作。 该制度会当直接进入面谈的阶段，这对其他人并不公平。因为他们原来是不同的轨道的赛制嘛，然后他现在夹着他弯道超车的优势，就是打算呢掠夺，然后呢进入第二阶段。全教总质疑讲，国教署虽然是借重办学的经验，促进人才交流，不过放定条件，拍破遴选制度。 难免是有惊后尾门的嫌疑。现一个校长若准想要伫无共主管机关管理学校选择，就必须参与新任校长遴选的相关作业。若直接跳过第一站笔试甲积分的作业，难免会有争议。他本身没有委托，你就不应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制度。他其实也可以从用新任的一个角度去重新比试。我觉得如果这个校长经验够丰富的话，其实我觉得。 不用去担心跟别人竞争啊。3月就会进入高中校长遴选的大会，全教总呼吁国教署应该回归原底办理机制，不应该直接开后尾门，亲像是为特定对象特别设定下属的资格。国教署对此表示，已经开始处理资料，伫收稿进前也未对外说明。公司新闻采访报道。